你干嘛啊？你不会是偷听的？我听到。胸口有颗痣。嬷嬷，我吃饱了，你们继续。哎，你这孩子，这……我还是不骚啊！你瞧瞧你这细细的小腰，肤若凝脂。哎，你这胸口还长了一颗红痣呢。你不会是偷听的？我只听到胸口有颗痣。主子，你怎么了？没怎么，只是莫名的觉得有些头疼。哎呀，主子，这可大意不得。你肯定是在大火中吸入大量的浓烟引起的憋气，再加上后来浇了冷水、着了凉，这外冷内热，这才引起了头疼。严大夫出的馊主意不奏效，又准备号脉问诊，当江湖郎中去了。主子，我有一句话不知道当不当讲，那就不要讲。那不讲我说吧，因为您不懂女人，您对她不能像对我一样一板一眼。你看昭王殿下，那套路花招层出不穷。这个女子交往之事啊，就得多学多问。大当家的，我错了。哦，我知道，咱们新思路不许员工谈情说爱，以免影响工作。你要罚就罚我一个人，是我非要追她的。她一开始是拒绝我的。谁说要罚了？坐下。快啊，坐下。你且说说，对待心仪的女子，你是怎么扭转局势的？啊！就是龙帮主教的抠手心。抠手心？对，我知道了。庄主，您这是看上哪家小姐啊？想知道一个姑娘的心，首先你要知道她都在想什么。那如何能知道她在想什么？不能硬来，先得关心她，爱护她，讨她欢心。等她相信你了，自然就什么都告诉你了。说具体点。庄主，这你都不知道啊？严总管也不知道？庄主啊，你平时太过分了。啊，不是，太严肃了，老拉长个脸，谁看了谁也害怕。所以啊，还是得愣了。一般来说，这女人爱花，每天来这么1-2桶，不足1个月，保准拿下。女子啊，天生脆弱敏感，你还要多注意她的情绪，多给她安全感。她既不脆弱，也不敏感，不需要安全感。那头痛、脑热、发烧总该有吧？这倒是有。这就是大好的机会啊！嘘寒问暖，添衣送水。最好呀，再有点外伤，顺便可以发生一点身体接触，摸摸小手什么的，就更好了。
主子，这龙帮主不一定喜欢这糖水，咱们要不然送他一束花吧？你要嫌少就送一箱一马车也行。这种阿谥取容的做法没什么新意。龙姑娘，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芍药啊？我可是特意差人去云南采了最新鲜的来，喜欢吗？特地在云南采的。那一会给龙姑娘送到屋里去。是，她沐浴的时候可以。主子，他怎么知道要送花？快去把上个月天竺商人送我的花拿来。好，我这就去。你的耳朵边好像有东西。哇，上次是玉兰簪，这次是白芍药，哎，怎么变的？教教我嘛。哎，你脚边好像也有东西。厉害！等等，衣服里也有吗？可以啊！哇，你这手艺不上街叫卖可惜了。哎，我这手艺只变根毛线了。